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日日春的频道。买菜粿做公益，咱直接开始来公开。咱11月21拜五要公开二种衣枸杞2000高磅，互线顶朋友做参考。这版二种衣是8月初5开始，版头第一期和第三期2期差8，下8期29、31二种衣。版头第一期和第三期13和21 2期差8，真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下8期开31。版头第一期03，第三期11 2期差8，真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下8期开29。第一期22，第三期3孔2期差8，真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下8期开29。第一期07，第三期15 2期差8，真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下8期开31。第一期01，第三期09 2期差8，真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下8期就是咱11月21拜五要用的29、31二种衣。这版二种衣是11月初4开始，2期一摆，第5期减25和减23，下5期要来出二种衣，39减25和减23，真2、3、4、5，下5期用14、16开14。32减25和减23，真2，下5期用07、09开09。34减25和减23，真2，下5期用09、11开11。39减25和减23，真2，下5期用14、16开16。36减25和减23，真2，下5期用11、13开11。29减25和减23，真2、3、4、5。下5期就是咱11月21拜五要用的04、06二种衣。这版枸杞是10月初8开始，版头第三期和下2期有一期版头2期合32，下期开枸杞。第三期这期26，真2和下2期这期06 2期合32，第06的下期开04枸杞。第三期这期24，真2和下2期这期08 2期合32，第08的下期开04枸杞。第三期这期20，真2和下2期这期12 2期合32，第12的下期开04枸杞。第三期这期31，真2和下2期这期01 2期合32。第01的下期就是咱11月21拜五要用的04枸杞。
即版2000高峰是9月初9開始，2015期拖禮拜的下2期開2000高峰，2012、3、4、5下5期拖禮拜12禮拜的下2期開07、12、2000高峰。12、3、4、5下5期拖禮拜12禮拜的下2期開07、12、2000高峰。12、3、4、5下5期拖禮拜12禮拜的下2期，就是咱11月21拜5要用的07、12、2000高峰。以上是咱這期公開的版路，要給線頂的朋友來做參考，希望大家喜歡咱這期公開的版路。感謝收看，拜拜。